次梗係靚啦，辛苦晒。牧師，哇嘅，哇咁多禮物啊！全部咧都有啲會友捐出嚟嘅。好啊，諗住去越南難民營報道嘅時候咧，可以送俾啲小朋友。嗰啲細佬哥見到咁多禮物，一定好開心噶啦。阿 Ken 啊，你要幾多人手幫手嘅，即管開聲喎嚇，我同你揾。好啊，其實而家最緊要嘅咧，就想揾啲會友幫手擔保啲越南難民出營，等佢哋可以快啲融入社會，過翻正常嘅生活啊嘛。係啊，我記得啦，上次我哋去探難民嗰陣時候咧，臨走嘅時咪有個阿媽攬住個細佬哥，喊得好凄涼嘅。佢叫做華姐啊嘛。原來咧，佢丈夫咧打仗嘅時候過咗身。唉，一個女人帶住6個細路同埋老人家由越南走難過嚟。而家我哋諗辦法啦，幫我哋擔保佢哋出嚟，然之後盡量希望幫我哋安頓。咁啊好啦，唉，阿 Ken 啊，你對啲越南難民咁好，神安排你做呢樣事工咧，真係最適合噶咯。可能因為我有離鄉別井嘅生活經驗啩，總係希望咧，佢哋可以擁有翻一個自己嘅家。Ken 啊，唔好做啦，休息下啦。不如咁咧，今晚嚟我屋企食飯，我叫師母煲餐靚湯你嘆下嚟。好啊，我就整翻我最拿手火雞，上次你食咗好多嗰隻咧。喂，好味嗰隻火雞。嗰陣時喺金巴倫教會咧，就啱啱咧係呢個越南同埋金邊好多難民咧，就走到去美國。咁初期俾美國政府咧就擺喺啲難民營裏邊，係要等到咧有家庭咧去擔保佢哋，佢先可以出到嚟。但好多越南啲家庭咧係好大家庭嘅，阿公阿婆阿嫲好多兄弟姊妹啊咩都即係係可能好多係10個人啊或者12個人嘅大家庭，佢又唔想俾人分開，所以就變咗咧，我哋要揾啲教會啲弟兄姊妹幾個家庭去擔保佢一個咁嘅大家庭出嚟。咁擔保佢哋出嚟，譬如話嚟到三藩市咁啦，咁我哋幫佢揾工啦，揾屋住啦，揾學校俾啲細蚊仔啦，又要幫佢做好多啲即係登記嘅手續啦。咁咧有時夜晚做到好夜，我哋試過夜晚黑有啲弟兄姊妹一齊去幫我哋搬家私，因為佢啱嚟到咧連家私都冇咁即係嗰段時間咧係做到咧差唔多晚晚咧都11、12點咧先至即係返得到屋企。咁好彩嗰陣時我未結婚。Ken，牧師，做咩一個人靜英英喺度啊？諗緊咩？諗起我哥哥。哦，你哥哥，我聽你講過嘅喎，佢而家點啊？遲啲咧，佢會同爸爸媽媽嚟美國。喂，咁咪好咯。嗱，一家人團聚咯，你諗咗好耐㗎啦，應該開心啊。應該係開心嘅。不過有啲擔心喎。點解？講真啦，將來我要負擔佢喺美國嘅生活費，但係我人工又唔係多。喂，你係咪想我加你人工係嘛？唔係，我想做生意。做生意？喂，做生意唔簡單㗎喎。唉，我知嘅，真係好似妙想天開啊！不過5萬蚊嘅本錢，想學人做生意啊，有啲困難啊係。一個生意人有時為咗成功咧，就要斤斤計較，做咗啲嘢上嚟咧，有時會有啲唔係好老實嘅。
你會變得貪心啦，甚至乎咧會不擇手段去爭生意啦，去揾錢啦，到最後犯罪，甚至乎離開神。我唔係唔信你，最緊要你信靠神。無論你做邊一行都好，我都支持你。我相信神一定會借你嘅手祝福其他嘅人。祝你成功。多謝你牧師，努力啊！我同神都有一個即係有一個合約啊，一個點樣合約咧？我話神啊，我知道我將來出嚟做生意咧我都係要做一個好基督徒。我最唔想做生意之後咧，將來變咗另外一個人，而係咧我要繼續好似一個你嘅管家，一個僕人嚟到服侍你。所以我將我做生意呢個咧，成日尊你為主，你係我個真正嘅大老闆我係嚟到幫你管理呢盤生意。如果我哋呢個生意做得好我哋都要將呢個生意咧成為一個平台，成為別人嘅祝福。所以我就將個公司嘅名咧定做 Prince of Peace 和平之君。嗱，各位老闆真係要幫幫手啦！大家都係中國人啦嘛，中國人幫中國人啊嘛。金老闆，中國人梗係幫中國人啦。但係你知喎，新年流流去買咁嘅地方，好唔老禮嘅。今次幫你唔到啊！唔好咁迷信啦。係喎，白老闆啊，我記得咧，去年佢哋嚟嘅時候咧，你都有招呼過佢哋嘅喎。嗱，今次你一定要幫幫手啦。唔得，西成年㗎嘛，我間藥材鋪邊有生意嘅咧？恭喜身體健康，恭喜！恭喜 Cat， 坐。恭喜！見到你真係啱啦。嗱，有單嘢你一定要幫我啦。咩事啊？冇，下個月咧大陸考察團咧就嚟到，咁咧就想你幫手同我做接待啫。可以啊，冇問題啊。冇問題。你知啦，中國民政部考察團咧嚟到咧就要參觀殯儀館同埋墳場嘅，你唔介意啊嘛？唔介意。不過咧，我下一個月要去上海，我可以安排一個同事跟一跟嘅。阿 Ken，咁你真係唔驚？咁你哋唔記得我係基督徒啊？百無禁忌啊嘛。啱啦，百無禁忌啊！中国跟美国的风俗很不同的，中国人离世要找人披麻戴孝，在丧礼当中哭得越厉害，就代表越孝顺，在丧礼中充满了伤感。但是美国人就不同了，美国人大部分人相信基督教，他们相信死后有永生，离世不过是地上生活的完结。你们可以在这里随便看看。好。小黄，谢谢你啊，这5天让我们大长见识啊！如果你有机会回国呢，招呼一声啊，让我们也尽尽地主之谊嘛。谢谢你。杨先生说不能陪你们，叫我跟你们道歉。真可惜啊！杨先生为我们办了那么多事儿，可是因为忙，这次连面都没有见上。你呀，一定要替我们向他表示谢意啊！好。对了，杨先生的中文名字是杨英瑞，应该的应，瑞士的瑞。